来关心香港消息，香港著名民运人士古思尧因为焚烧中共国旗被重判9个月。民间人权阵线等团体星期天到赤柱监狱声援，抗议当局政治检控、打压异己，要求立即释放良心犯古思尧。民阵支联会和社民联等约50人到关押民运人士古思尧的赤柱监狱外声援。他们强调，古思尧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對國家級政府的不滿，批評當局重判實屬政治打壓。言論自由、集會自由係香港市民監察政府、批評政府同埋國家嘅重要嘅方法，所以係唔容許政府以任何嘅方式去阻止、去壓制。當一個國家所作所為已經唔能夠得到人民、老百姓嘅尊敬嘅時候，佢嗰支國旗同埋區旗仲有我哋可以尊敬嘅地位嗎？對我哋呢個極權嘅政府，呢個極權嘅共產黨表達我哋嘅憤怒同埋極度嘅不滿。民陣要求廢除國旗法和區旗法，並會協助古思堯上訴。因為咧，其實上訴咧唔單止係為佢個人嘅刑罰同埋嗰個判刑而去上訴，而係為成個嘅檢控制度，甚至咧係為今次法庭嘅呢一個判決咧而係提出上訴。抗議人士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良心犯古思堯，並敦促梁振英盡快下台，讓港人有機會實行真正的普選制度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